咁長期使用會唔會有依賴性嘅咧？嗱，呢個依賴性呢個係一個好好問題嚟嘅，所以如果你要唔依賴一個藥物咧，需要及早去到治療咯。病向淺中醫，如果你個病情越早控制好咧，你越能夠盡快咧可以減少用藥啦，甚至乎可以停藥嘅情況咯。如果當你個病情越嚴重嘅話咧，需要用藥嘅時間個力度同埋強度同埋時間都會變得更加長咧，變咗可能就係會有大家擔心嘅依賴性嘅情況咯。所以點樣都好，最重要就係病向淺中醫咯。其實我諗幾方面啦，我哋分短、中、長嘅好處啦。首先短期嘅好處，當然個 BB 咧會即刻冇咁痕啦，瞓得會好咗啦。中期嘅好處咧，我哋將個皮膚嘅炎症咧慢慢降低，將個皮膚嗰個質素，譬如乾燥啊、紅腫發炎咧慢慢改善。去到長遠啦，如果我哋及早控制治療咧，我哋可以幫助一啲小朋友啦，減少翻濕疹相關嘅併發症，包括譬如鼻敏感啦、哮喘啦，或者食物敏感嘅情況嘅。